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去年才重新开放旅游的金门大嶝岛。这个岛进前封号做是前线当中的前线，而且伫咧遐四界拢会当看到战争的痕迹。最近才受到真侪外国媒体的关注。虽然遐的交通无讲真利便，不过在地历史的景观甲战地气氛，若去遐行搭，会当讲是真特别的体验。对，3分钟，我们就上去就直接往右边。规船的游客真欢喜，去伫岛的顶悬，这伫2019年进前是完全无可能的代志，因为这是金门的大嶝岛，前线那边的前线。这里是一个就是很前线的地方，然后一定有它的历史的痕迹在。大嶝岛到底有偌前线？这个小烈士乡，敢若边大的小岛，离厦门就敢若4.4公里，就敢若真危险，挂伫中国的烟花。我们当过兵的感想就是认为如果那时候来这边当兵的话，真的是蛮辛苦、蛮累的，然后有那种两岸对敌的那种紧张感。1950年，中国解放军是独实轰炸丁岛开始台，国军以无够3个连的兵力来迎战，结果打败敌人。做金门补给的命脉，大嶝岛的位是真重要，因为安尼戒备搁较严，变作战地必经内面的必经。在2019年第一摆开放了后，因为疫情搁封岛，一直到2024年才搁开放。军方对于整个的掌控度，它还有一定整个国家安全的要求啦，所以当然有些必要的点，它还是做一些战略性的布置。重要性的点，比如说像声明厅、像身权查访，这些是比较公开的，我们也让旅客能够感受到大嶝岛。金门当局强调讲，来大嶝岛绝对不是来享受的，除了路程真麻烦，就要先到小金门才搁坐船。岛顶悬的设备嘛无完善，加上行程同款是受到严格的管制，但拄好就这会当来体验过去几十年第一级战地的艰苦。金门县是唯一有打过巷战的地方，所以我们知道战争无情，和平无价。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包装，我们能够让整个大嶝岛的开放是一种和平的一种象征。金门当局希望游客伫岛的顶悬回顾战争的历史，嘛会当对未来保持信念，做为守护无简单才得到的和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